一開片我哋就講重點先，135方嘅連排中間位，大電梯，368萬總價。今日睇呢個連排別墅咧，係雅居樂萬象近半斗灣即係柏岸嘅連排別墅嚟嘅。呢邊咧點解會比二期會貴啲咧？因為呢邊係冇高層嘅，仲係完全冇遮擋嘅呢邊呢個視野。雖然我哋睇唔到幾多下。呢一個135方全新裝修後，仲帶埋電梯嘅連排別墅。咁我哋先睇呢邊廚房向南嘅，呢間屋入戶係正南嘅，呢度係一個廁所。然之後訂製個櫃全部做好晒，電梯呢邊就餐客廳。因為135方啦，所以有啲緊湊，但係唔重要，該有嘅都有。後花園都唔細。然之後我哋再望上去。我哋可以睇得到，呢度係有2樓、3樓，仲有個頂樓。頂樓冇嘢嘅，2樓同埋3樓咧就係有2個套房，一共係4個套房。我哋1樓唔使做房間，因為佢有電梯。我哋一齊上去睇下。啱啱感受咗一下坐電梯嘅感覺，雖然電梯係細，但係都比較穩。呢個係一個向北嘅套房嚟嘅，廁所都比較大嘅。呢個係成一層樓，即係成一棟屋啊！呢2個套房係最大嘅啦。可以當主人房嚟使用，因為呢邊仲有個陽台，可以望得到下邊嘅花園。全屋個櫃都做好晒㗎啦，風管機嘅空調。然之後咧，呢邊一個南向嘅透房。其實2樓個格局同埋3樓係一模一樣嘅，即係呢個房雖然細，但係全部嘢都做好晒㗎啦。呢個別墅咧比較適合嗰啲人口多㗎，而且又唔想自己麻煩去裝修嘅人，因為佢有4個套房，然之後咧公用衛生間有一個，都擁有自己嘅獨立空間。雖然係貴，但係嗰個係我嘅缺點，唔係你哋嘅缺點。